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1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，申命记第6章第10节到25节，以弗所书12章17节到21节，13章第8节到第1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永无改变。申命记第6章是第2个十诫的颁布。上帝透过摩西强调的，只会通服侍伊，对伫遮的伫埃及待430天的以色列人来讲，敬拜偶像已经成做因的日常生活。因此，上帝特别强调以色列的拯救。伊会记得对亚伯拉罕、对以撒、对雅各的应允，所以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做奴隶的所在，就是埃及。上帝并且借着诫命来要求以色列人都要用全情来服侍伊。申命记第6章第10节到25节，摩西的教导。上主恁的上帝要带恁入去伊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，要互恁的地，伫遐有宽大阁水的城，毋是恁所起造的；有厝天真济好米，毋是恁所植住的；有挖好势的水井，毋是恁所挖；有泡汤园橄榄树，毋是恁所栽种的。到恁逐项富足的时阵，着谨慎，才免伫恁未记节带恁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嫁出来的上主。恁干那着敬畏上主，恁的上帝，服侍伊，奉伊的名来咒詛，毋通拜别的神明，就是恁四围的外族咧拜的神明，才免上主恁的上帝对恁发大生气，甲恁对地上来消灭。因为甲恁同在的上主，恁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的上帝。恁毋通试探上主恁的上帝，亲像恁捌伫玛撒试探伊一样，着确实遵守上主恁上帝的诫命，甲伊命令恁的家事规例。上主看做正直，看做好的，恁着实行，恁就会事事顺利。搁入去伫占领上主立誓要互恁的列祖水的地，你嘛着照上主应允，将恁所有的对着赶出去。将来恁的子孙问恁讲，上主咱的上帝所命令恁遮的家事规例命令是啥物？恁着甲恁的子孙安尼讲：早前伫阮伫埃及做埃及王的奴才，上主用大快乐的手带阮出埃及。上主伫阮的目睭前行大搁厉害的神迹奇事，对付埃及人法老甲伊的全家，带阮对遐出来，互阮入去对上主对咱的祖先立誓，要赏赐互咱的地。上主吩咐咱着遵行遮的所有的规例，着敬畏上主咱的上帝，互咱一生事事顺利，得到伊保全咱的性命。就像今仔日安尼，咱若照上主咱的上帝的吩咐，伫伊的面前遵行伊一切的诫命，伊会欢喜接纳咱。因为虽然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其实上帝相时也是受虐待伫埃及以色列人的上帝。上帝并无袂记得伊的立约，上帝甚至是以色列人将来的救赎者，因为伊永远袂改变。
以弗所书第12章17节到21节，30章第8节到第10节，提到着耶稣基督是永远未改变的拯救。圣经讲，恁知后来伊爱得到祝福的时受拒绝，虽然伊流目屎恳求嘛无得到，因为伊找无机会通悔改。恁毋是来到伫遐望会着的西奈山，伫遐有火会焰、密云、乌暗甲暴风，阁有六八的响声甲讲话的声。听见的人恳求上帝，毋通阁对因讲话，因为因袂当忍受命令因的话讲，连走兽若磕着山，嘛着用石头钉死。迄个景象非常通惊，直到摩西讲：“我惊甲皮皮喘。”13章第8节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拢袂改变。恁毋通互逐项奇异的教义带迷路，因为心灵较好，着靠上帝恩典来坚固，毋是靠食物，靠遵守食物规例的人，拢无得到利益。咱有一个祭坛，顶面的祭物，伫会幕内服侍的人无权通食。耶稣基督是现代人的拯救，伊过去存在，现在存在，将来也永远会存在。伊施主爱，并且赏赐救恩，互所有愿意倚靠上帝恩典、愿意靠主得胜的人。诗篇51篇，上帝啊，你的听袂会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你有丰盛的慈爱，求你撤销我的罪过，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，洗清我的罪恶。我知家己的过失，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的目睭前。我有得罪你，我得罪的是你，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，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，受你责罚是应该。我伫舞台就有罪，出世迄日就是罪人。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，求你甲是我，互我心内会当真正有真正的智慧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甲我洗清气，互我比洗更较白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拍碎的骨头，搁再欢喜快乐。求你的面越走无看我的罪，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为着我创造纯洁的心，求你赏赐我新搁忠诚的心灵，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，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。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，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犯过失的人，互罪人通归向你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免除我的死罪，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，我要称赞你。你无爱牺牲，若爱我就要献。我若献小化济，你无欢喜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欢喜接纳。上帝啊，求你用慈爱好款来释咱，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迄时你要接纳合宜的生礼，转付下小化济人要将牛犅献伫你的祭坛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恩典，互阮伫面对困境的时阵，拢会当坚定来换靠，领受主的救恩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明白上主救恩是永远袂改变的恩典。
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